天地有道，生死有循環。人離世之後，肉身歸塵，魂魄則尋覓清淨福地，等待修行超脫嘅因緣。地宮正係為此而設，佢唔只係一個建築，而係依照天地五行、風水之理精心佈局，內部宮殿式結構，莊嚴肅穆，每一塊石柱、每一幅壁畫都承載住敬天法祖嘅意志。而喺地宮之內，骨灰龕靜靜安放，呢啲龕位唔單止存放骨灰，更係魂魄修行嘅長明之燈，係守護靈魂、積累功德的所在。每日香火不絕，誦經聲擾，為魂魄開啟聞經聞法之門，令亡者遠離惡道，種下善因，化解宿世業障，超越輪迴苦海。地宮之中，每一座骨灰龕唔係冰冷嘅終點，而係一段修行旅程的延續，一座連接天地人三界嘅靈性橋樑，積福德於地宮，庇佑後世七世子孫。